乡亲同乐飞，大家来上飞。大家好，我是朱佩大家好，我是家小王子吴永平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備好咧。等等嚟看你哦。我老人講，今邊唔單唱吼，呢個表演精彩，今邊有唱到嘅3位評審欣賞。3個嘛動精彩。3位3位全部都是美女，全部都是歌后，不然就是主持人得過很多的獎項的。哎呦，這麼厲害！我老人講，先來介紹呢個3位評審欣賞。夾到分享 TV。好，各位班欣賞，長美蘭欣賞。係。金曲歌后王意健欣賞，金鐘獎主持人齊智嫣欣賞。等我看表演，表演嘅愛好。咩係動精彩？係嚟看 T 組嘅表演。嚟，參賽者表演體由評審欣賞欽定嘅，係講3位評審一致通過，就做得到獎金2000元哦。掌聲歡迎我們的指導老師邱可芬老師。歡迎邱先生。各位評審欣賞，各位現場嘅鄉親同樂會嘅好朋友，大家好。本身老師係客家人啊。我客家人，對，客家人。也一團人都40多春期。對。有乜嘅特色嘅地方咧？也是各位特色就係，因為它是我一聽到這首歌的時候呢，我就想到用中國風的雙飄扇來展現亞述曲子的特色在哪裡？那還有呢？還有後面就是用印度風的舞曲把它融合起來。所以這是2支舞碼的融合風。2支舞。對。太厲害了，給自己一個掌聲！你們真的很傳奇。
好棒哦！跳得很传神。廖吉舞头吼，嘿唔嘿，这个算是肚皮舞？它是融合风肚皮舞。元素啦，因为我们的肚皮舞的元素很多，对，有中国风，有埃及风，有 tribal 部落风，哇，对，很多哦，很多元化的。那哪练得完？你们的肚皮练不完，真的练不完，对不对？学无止境，学无止境是不是？好，按精彩，来谈一下精彩公平。好啊，有请到的那个启智演欣赏，来公平一下。老师，你一定吓到了吧？有啊，种啊，唔好讲啊，种我听我这堂课啊，你修先生嘅名声，跟有时发子忙要按到一年嚟接触到呢個肚皮舞，好，唔講係今日看到呢個按到嘅節目嘅表演嘅時節，情感唔同，真的感謝我們各位資深美少女繼續跳下去。資深美少女，感謝那個邱先生啊，哈，推領子哈，好有這個團體，我覺得大家都應該對老師有一種敬佩，對，因為欣賞跳一久啊。我們這邊成立大概有14年了，很久了，繼續延續下去，好不好？一代接着一代，哦，莫必斷層掉這樣子，不然太可惜了，真那麼精彩。雨欣老師跟老師按這麼瘦，沒有說服力。都nói貴啦，在那個外國來講的話，他們是喜歡比較肉肉的。可是，在我們台灣來講呢，喜歡比較婀娜多姿的，莫跳油肉，跳油肉啊，但每個人都是，但每個人都是有他的曲線的，對，會跳出曲線。對，有稍微一點點啦，不用擔心啦，稍微啦哈，稍微哈，不用遮，稍微哈，該有的都有了啦。對，沒真的，我還是不要哈，抖肩抖胸都可以哦。哎呦，音樂來了，可以啊哈，音樂來了，來看等你哦。好，按樣嚟有請到3位評審欣賞哈，做得一致通過嘛，來。向前同樂飛，有沒有很感動哎？哈嘎天使腿，到時候我的演唱會再幫我重新做一個哈。沒問題啊，不要有吳永斌的，沒有啦。做得一致通過嘛，來看一下分數嘞，1個燈，2個燈，3個燈，哎，獎金，一點點啦哈。邱可芬老師，我們的謝謝哦，好不好？好，按精彩，今日就看下來看下一組的表演。愛的有該擦擦個呀破，你本是墮落出世，來到山浪掉啦個，從世作從本碰時，愛的有該擦擦個呀破，你本是墮落出世，來到山度無樹頭。總在輪盤時，從個黑位置，總在做工來用卡，自信共傳中你擦擦破，你在安山嗎？你講愛了配給龍一個。黑上嘅時間，全部沒安辛苦做慣咧。愛了配給龍一個，
水涨价也破，擦擦了哟，擦个开心了刹那，三心了两哦，心嘛有意有糖啊，安子谁？哦，众祥鼓励。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，我是林群飞，啊，群飞啊，哈，今年几多岁嘞15， 15岁岁，了。差不多国中3年级。对，哦，哎，你后那个吉他自弹自唱学多久？ 6年，你之前还没冲个山歌啊、山台跳？嘿，嘿哦，哎呀，我就所以你有参加过闹热打擂台吗？有有哦你。参加动作嘅什么比时候？流行组的，几年前应该4、5年前吧。 4、5年前哦。那时候应该我还没有。对对对，那你赶快再来吧。不过吼，你唱山歌跟唱流行歌就多了一把吉他而已啊。哎，没有什么你讲的很简单哦，完全不一样哦，对不对啊？真的不一样啊。玉娟老师，我只其实是说说。看得出来懂紧张，真的看得出来很紧张。不过其实看到你是像会看到假年前嘅魏强荣，我咩紧张歌，啲嘅舞台当好。真劲。係啊，我也緊張過啊。你用啥喺比賽出來？係啊，比賽嘅天波有壓力。唔過基本嘅模身比賽啊，係啊，基本嘅身體累啲單位嘅，累表演本睇架看。只要你咁錯，其實你是贏嘅，你比人更加多嘅人，因為你有呢個勇氣去啲兩片，真嘅動戰，加油加油！好啦，來看你那個細阿妹吼，就得得到評審的青睞嘛，吼，來，就得一支筒請歌嘛給。燈。來，一個燈，兩個燈，三個燈，3盞燈，哦，這個得到分包2000條哦，哦，有關係啦，下次再來，好不好？哦，不要太害羞，哦，你唱歌很好聽。對，聲音很棒的哈，加油加油！你看下來看下一組的表演。天众嘅朋友，大家好！
做伙人会强下大扑的无？太过后面头啦啦，天然的路途漫漫，好心的阿伯将本爱万岁，本爱继续行路，从暗夜行到天光，从天光行到暗夜，带点林马从顶山谷，一直客家后3年。假使还有机会，假使还有力气，从此学识面对问题，继续行下去。你做得高，你做得少，你嘛做得嘛比那个感觉，不惊步，不惊伊，我会勇敢地行下去。你做得高，你做得少，你嘛做得那边那个感觉，不惊步，不惊伊，是勇敢的客家人，客家人。不管路有几难行。不管天色有几暗，不惊困难坚持下去，一定会分全世界，行到会给上你。你做得高，你做得少，你嘛做得嘛比那个感觉，不惊步，不惊伊。我会勇敢地行下去，你做得高，你做得少，你嘛做得嘛比那个感觉，不惊步，不惊伊，是勇敢的客家人，客家人。向前同乐飞，众山谷里主旁群，各位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头份石榴洞小严强。哦，永斌啊，这个，我太认识了，他像是我自己的弟弟一样。对对对，那从另外一个节目歌唱比赛到现在，我们认识很熟了。但是已经毕业的表演，的确有让我惊讶了一下，原来你背后有这么多人呢。有啊，每次他都是单枪匹马一个人出来唱歌，我想啊，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歌手。哎呀，今天带出这么特别的那个演出，不可能太感动了，为之一亮，是吗？对，很感动。这背后怎么会想要做这个结合呢？我希望就是传承客家文化嘛，然后结合庙会的文化做交流。所以庞君也是有在替神明哦，济公活佛。是啊。济公活佛是吗？是这样念吗？济公师傅。对，济公师傅。所以在帮人家办事吗？有，我们每个礼拜。你在帮人家办事？不是啊，不是我了。我可能就直接跳起来了。冲到一半，抢文嘛个事情。哦，你刚刚那个旗子，这个怎么介绍一下？介绍一下。好，这个旗子就是因为我们每个宫庙就会做对自己象征自己的旗子。这是自己的宫庙。对自己的宫庙。哦，上公感谢讲宫庙让冲国的跳舞给他结合结合。很棒哎，没有违和感哎。俺老人讲，唔但唱按用。味道的那个，你知向前同乐飞，哦，你知节目吼，有没有很感动哎？客家天使台，客家天使台特别去做的，还有没有？哎呦，金牌主持人，金牌主持人，朱海军，用兵。
很感动，很感动，谢谢你们，真的，是梦能。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段表演。到时候我的演唱会再帮我重新做一个哈。没问题啊，不要有吴永斌的字。没有啦，这个你就先拿去啦。我不要有吴永斌。先拿去啦。然后你讲，你喊100个演唱会哈，你就有唱到应该。我一定邀请他的，好不好？好，做对啦，做对哈。可他给特别设计了那个传统鼓跟我们的爵士鼓，对，那个有什么样的故事？刚刚开场叫前鼓是不是？对，开场就是叫前鼓，也有战鼓，就是每个庙其实都有不同的打法，就可以打出自己庙的一个风格。哦，那你们的风格是属于什么风格？霸气。哎，好，很好，霸气。叫前鼓哦，那个有故事吗？叫前鼓就算是引领我们神明。神教前面我们会先打的鼓这样子，叫前鼓，就去加油下一套嘅谱啦，哦，做得当啊，像你之前去扑天阳，那一套鼓练很久，不重要。对，美兰老师，刚才的鼓声哈，有震撼到我，然后我觉得很惊喜。这个彭君是吗？是，你这个年轻人很特别，尤其敢凶犯，真的。你们也看过懂的，就战鼓的那种，就某种按 get 哈吧哈，一起，然后也可以就是怎么讲推广你们自己的庙，对，然后又让大家耳目一新，对，又参加新一版的游戏嘛，有哈，一听懂脑旁哈，懂脑旁，对你刚刚中国也喊出了一个气势，有吗？哦，吓到人哦，吓到人哦，你又上了安斯文哈，加油！我们的鼓手也很帅哦，在背后打，哇，稀里哗啦的。OK， 好，3位评审欣赏，3位欣赏吼，评审欣赏做的本那个彭君吼，有认同冇吼，本那个分数出来，来。抢！1、2、3，谢谢老师，恭喜，谢谢，恭喜！这是一个肯定啊哈，我们得奖了哦，这个叫做鸡排吃到饱。恭喜啦，真的很开心你们来，好不好？下一次再来，好不好？哎，天师给的观众朋友看到了哈，然后呢，有气势磅礴的这个才华洋溢的表演，能看到是不是心动了？刚刚哪天发的报名？冇错，今日感谢3位评审欣赏，还有今日嘅表演者。天师给台前嘅观众朋友嘅收看哦。哎呀，向前同路飞，大家来相比，哈子。